那你们的课本的这个213页吗？对。第213页，第3章金刚萨念修金刚萨埵萨埵，虽离障故，然是除障相，以缘甚大，人现修学相，超脱有极知边现有中，吾等上师足下尽顶礼。好，那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我们要开始要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课程的前面呢，就是有敬礼的对境是上师，因为我们在前面有修皈依境的时候也一样，我们观想皈依境的时候呢，在上师实现出莲花生大师的样子。我们皈依境的正中央呢，就是在莲花生大师从上师的上方，莲花生大师的上方呢，就是有大圆满所有的传承上师。大圆满所有的传承上师当中，莲花生大师就是我们的传承上师。那么这样的时候，中央的这个在这个怎么说呢？大圆满皈依境当中的中央的最主要的主宗，为什么又是莲花生大师？那实际上就是你的上师，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众生，而且是内心当中都没有断除一切执着之前呢，因为上师本身也是一个人那么在你的眼前的上师就是一个人，那么人跟人之间呢，就是相处一直上师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些你把上师当作人的这样的一个执着，那么这个是自然而然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观想修持皈依境的时候呢，你把上师当作是中间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主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内心当中，你自己的内心当中能够有足够的亲近心跟对上师的静观心不具足的情况下，那就是一开始我们初学者的一个就是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上师呢实现出莲花生大师一样的。我们就是要观想莲花生大师，第一个观想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就而这样来修持。那么而这样来修持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的，莲花生大师以及上师本来的本心之中呢，就是没有任何分别的。那么一切诸佛以及一切上师都是本性是一体的，本体是一体的。那么从本性上来说的话，没有任何分别心。那我们今天在观想的这个主尊莲花生大师也是上师，实现出的就是怎么说呢？莲花生大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里就是要巴珠仁波切所赞礼他的上师。那么在从怎么说呢？一切的业障都是从无始的时间以来，都已经是断除一切烦恼的业障没有任何的这种业障的，没有任何的烦恼。但是呢从怎么说呢？从我们一个时间跟初时间来说到，就上师已经跳脱了怎么说呢？那个实践方面但是呢我们在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还是在时间之中的，以这样的一种状态情况下，那我们的上师呢，就是无比功德的这样的一位上师。那所以这个跟金刚萨埵的修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我们所观想的金刚萨埵呢，就是具足一切的圆满如意宝上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刚萨埵。
圆满如意宝具备一切的一个具备一切的怎么说呢？那个圆满如意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师本尊护法空性一切的，或者是一个佛的生与意一切智慧功德都圆满聚在一个本尊上面呢，这就是谁呢？这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呢，圆满一切上师，一切上师的生有意智慧功德事业的一切功德成就悉地。那么在一切本尊的一切功德，一切空性一切空性无的一切功德跟一切成就，那么一切护法一切诸佛菩萨的所有的功德以及所有的力量聚集在金刚萨埵本尊上面的。那么金刚萨埵显现出来的就是金刚萨埵，我们修持金刚萨埵，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在自己的根本上师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话，就显现出就是一个人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呢，就是完完全全就过去就已经成了佛的，没有任何的业障，都已经严厉了一切业力的。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那这个上师呢，就是无比殊胜。为什么说无比殊胜呢？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师就是真正的佛，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佛释迦牟尼佛是无比殊胜的，比任何其他的佛都还是更为殊胜、更为圆满。这样去想，那当然佛跟佛之间呢，就是功德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最为殊胜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在过去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今天，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时候，那就是无数的无量无数的佛也是出现过这个世界上，也当然度化了无量无数的众生。但这些无量无数的众生度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被度化到现在也是一直在留在这个时间轮回当中的那么是一个非常业障深重的一个众生那今天呢，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所以我也是能够可以接触到佛法。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到，就释迦牟尼佛是无比殊胜的佛。那么就上师也是一样，这样去看，那宝智仁波切讲他的上师是无比殊胜的一个上师，他就说无等上师诸下精兵里，就是无等是什么？就是没有跟任何一个其他的上师比较的，就是他的上师。当然对于他自己来说就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佛跟佛之间的比例一样，那么上师跟上师之间，一切上师都是跟佛一样的，一切功德都是非常圆满的，没有一位上师功德不圆满的，都是非常圆满的上师。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上师比佛陀还更殊胜的，因为佛陀跟上师功德一样，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更有恩德的，就是上师。而且对于我来说的，能度化我的上师才是最为殊胜的，最为殊胜的。从这里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自己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现在还是在轮回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应该要有一个非常就是知道非常忏悔、非常羞愧的一个事情，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业障深重的。过去无数的时间里面呢，就是一定是去过很多次无量无数次的地狱，也是变成过无量无数次的恶鬼的众生，也变成过无量无数次的出生的众生。那当然同样的就是变成过天人的这个天池就是玉皇大帝都是做过无量无数次，那么阿修罗道的国王也是做过无量无数次。你这样去想六道当中，当然我们也是做过人的时数也算不起来的，那有的时候就是也肯定就是做过转轮王什么等等的，转轮王的国位都已经是获得过很多很多次。所谓的转轮王来说到，就像现在来说到，就是可以统治很多国家的，相当就是在现在很多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力的一个国家，它可以在控制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区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他的国王就是相当也是可以比较转轮王一样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在那个印度的故事跟佛法的故事里面，经常都是会提到说转轮王这个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非常有力量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的国王，就是叫转轮王。
就像这样，我们也是做过无量无数次，但是唯一的我们没有做过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成过佛。所以我们就是业障深重，非常非常的，就像我们从一个时间的语言来说到，就是一个罪人，造了严重的罪的一个罪人。所以今天能够可以获得上师能够可以度化我们的，就是我们就想我的上师才是最为殊胜的，我的上师才是最伟大的，那就是巴州仁波切说，在他的上师讲的，因为巴州仁波切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都是他称呼为他自己的上师是普贤王如来，所以前面就是写他的言教，就是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呢，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由他的上师巴州仁波切的上师有基美加维纽格，他所讲的所有的话就是言语把它留下来记录下来的。那巴州仁波切也有说，这个里面他并没有就是改变，也并没有什么怎么说呢，以自己的意识去改变，他就是完完全全把这个上师的言语留下来，然后把它变成文字那么以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叫做这个名字叫做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的言语，然后就是要留下来的。所以呢，就是巴州仁波切对他的上师根本就是不会当做一个人来看，也根本就是不会是用他的名字，就是说直接就是普贤王如来的言语那么也这样，所以就在这里也一样，每一段的前面都是有这样对他的上师的这种尊重感怎么说呢，敬礼。那这里也是足下是什么呢？就是在身语意当中，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最下方，就是在脚底，就是脚的下面要用自己的这个头顶来对着上师的这个足底那么就是作为顶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敬礼。